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啊，请咱闭慢咱的心，开始今仔早起时的敬拜。请奏乐。全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罗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罗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三个来吟圣诗，俄罗上帝。圣诗第18首，圣诗18首。我心俄罗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我是我的上帝，主人耶和华的杯，你对万物撒加一切，无论一大尊名，就把咱们最终就从大宽恕。人民一大团的眼光，仁爱公义家中，我心我的兄弟，谁敢见那一杯？
空中飞着银丝之声，落一大尊名，铁水草木之水，光为归去接水。这根接来，凉风吹来，空气带进来。我心无路兄弟，你的本对自己。虽然派代暂时将平。公义稳当的心，先国天高的家，那尊的天接应，天高为家最知觉，也跟贵的兄弟。将来有关徛的，用信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两个活就天，当这日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个来启文第33篇。详细的是诗篇139篇，这是我的课，大家来印。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前方，你嘛会看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你亲手保护我，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得谢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遮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多。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阿门。请咱额头同心来祈祷。慈悲疼人的阿爸的上帝，我感谢你，你伫创造世界大生，就预定竞选阮，定着伫基督内面，互阮真做你的囝儿，也为了要救赎阮，照你的旨意伫所安排的日子，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体降伫世间。为了要担当阮的罪，受最的苦难，定死入世界顶，流出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佮对死人中各活，互
互见若信靠伊的人无定论，通得到赦免，称做义。伫基督内面，诚做神创造的人，佮想使阮有永远的活命。你的疼极大，你的恩典满满，阮深深感谢阿罗你。总是阮的内面，也活伫世间，有原也有犯罪，经济歹，贫惰行好，有侪侪软弱甲过失。求主你圣神来光照阮，怜悯阮，赦免阮，互阮通过耶稣基督所留的宝血，搁一遍洗清阮的罪过。阮也恳求圣神感动阮，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顺服你的旨意来过新的生活。今仔日是基甸的主日，阮众兄弟姊妹围垒伫你的施恩宝座前，要来谦卑领受你对顶面来的教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要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免得阮得罪你。主啊，你的神，互阮来得到透望，为得到自由。恳求圣神即时来帮助阮，脱去旧的人，心神换新，穿起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你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伫基督内面，一心为着福音的神三甲出力，有分离上帝国的起造。即时，阮也要为着基甸会总会常务干事洪长老来祈祷，求主圣神充满伊，赏赐伊有智慧甲启示的灵，互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切切阮逐人的心灵，互阮会当得到智慧的心，坚守所信的道理，同心徛在为了福音来拯救失落的人的灵魂，过圣洁的生活，通得到永远的活命。但我要将这个圣会完全交托你的圣手，求主分别做圣，因带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落尾顺序来进行，圣神充满在座每一位。无来兄弟姊妹，无论是伊是破病倒伫床里，也是出外的，你有缘来保守因、看顾因、来医治因、来扶持因，甲因三甲一个。即时我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命令撒旦离开这个所在，互阮逐人专心致意遵循你的教示，愿一切尊贵、关联甲荣光拢归乎你，平安归伫阮众人。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个来看上帝的话，记载是新约腓立比书第1章27节，和合本的圣经278页，汉语本的圣经225页。第1章27节，这是我来强读。独独恁件代志，就下伫基督的福音，互我检采来记着恁，也是离开恁，为听见恁的代志，就是恁伫一个神徛在，用一心为了福音的神，三甲出力。以上愿上帝祝福今仔听见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咱来学乐，要请圣乐队，今仔日学乐的诗歌是《天下万般有伊的日期》，来请圣乐队。
咱今仔真欢喜，有基联会总会，洪国良常务干事来到咱的中间，伊今仔要分享的基联会信息。啊，这时咱要请伊来正道，伊正道的题目是“同心徛在为了福音”。咱来请洪干事。各位兄姐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有机会代表基电会来遮向大家报告来讲今年基电会的这个主题就是同心徛在为福音。请咱未开始以前，咱压头来三甲祈祷。亲爱的主，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有世间有机会来到你的名所起造的遮尔水。来教会，伫遮来敬拜，来服侍你。求主你即时圣灵甲阮同在，互阮用拍开阮的心门，拍开阮的耳孔，听你对阮所讲的所有的话。因为阮知，阮人活的毋是单单靠食米，乃是靠上帝你嘴所讲的一切话。愿阮今仔日的话。今仔日的主题，针对阮的勉励，甲阮的目标，阮将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求主你带领引带，恳求祈祷，奉靠主的圣尊名，阿门。基联会每一年拢经过真严密的这个研讨，差不多两年前就将2年后的这个。主题来定出来，经过这个讨论，经过大家的这个共同的决定，所以今年用这个主题就是同心徛在为福音。未讲这个进程，我徛伫遮，今仔日我就徛伫遮，我咧特别感谢一个为这个英国来。伊的名叫做梅干武这个牧师，毋知影在座有人听过伊的名无？梅建武有吼，有诶可能大部分的人毋捌听过。那蓝大卫医生，大家可能都拢知吼。蓝大卫医生是中华基督教病院的创办人，伊上有名的故事就是切肤之爱吼，伊将伊太太的这个皮肤吼挂落来补咧一个囡仔的这个骹的这个故事吼，这幅的100个这个油画吼，伫这个高雄医学院的这个你入这个大厅的时吼，有一个足有名叫李石桥吼，这个画家吼，咱本土的画家伊画100度吼，这个梅干武牧师是当时阵吼，甲伊同齐来。因为这个英国的长老教会当因咧采派这个宣教师来这个海外宣告的时阵吼，宣道的时阵吼，因拢用这个因台湾迄阵还阁真落伍，所以因是用这个医生用医疗搭配这个牧师吼，两种安尼斗阵入来。因为我头仔讲过，这个南大卫医师，因为伊是。用这个医学吼，用这个医生的身份来，所以真受到欢迎。但是这个梅干武就较无共啊，梅干武来，尤其伫这个中南部吼，这个庄脚的所在吼，受到足大的排斥啦。人讲你这洋教啦吼，洋教，尤其迄阵叫咱讲用拜偶像啦吼，一寡欠圣的代志所以受到这个排斥所以伊嘛红所以伊的清茶吼。拢真正凊彩啦，有食若无食共款安尼所以人嘛真袂讲安尼像一般咱看到外国人安尼真官大真许所以用称呼做英国的乞者啦，英国的乞者。但是伊伫咱台湾做了一项不只有意义的代志，就是伊伫教会内底来教导安怎去做这个外面的这个街头的报道啦，咱即马叫街头布道伊就是教人讲你用你的时间
出去外口吼装哦迄个造型较奇怪，那像迄小厅啊，迄个小丑迄种型，用吸引人来啦吼，敲锣打鼓吼，讲即个鼓啦，讲即个鼓吼，即个敲锣吼。拍锣讲鼓啦，吼！拍锣讲鼓，讲上帝盼见囝，派我来找囝啦，吼！我的祖先就是伫迄个时阵因为都热天啦，所以伊错着一支迄个树枝吼，树叶较密的，因为可能行伤热插伫脚只偏吼，歹调的吼，这个敲锣打鼓安尼，所以我的祖先就足好奇的吼，就围伫伊的即个四周围，安尼伫遐听伊讲。其实伊是咧讲耶稣的即个故事啦，耶稣为咱定死事件，3日过活耶稣安怎出世，咧讲这故事。所以我的即个祖先，伊真好奇了，伊就真单纯的信主。我先知影即个故事，因为我的信仰是为阮妈妈来，我妈妈是草屯长老教会，草屯长老教会伫20几年前。到100周年的时阵伊有出版一本即个纪念册内底将每一家每一户安怎信主可能是咧会友大家咧祷告讲的安尼所以我阿舅摕迄个互我看了，我才知所以伫我的即个信主的过程中，当我知影即个代志了后，我真渴望讲有机会来。那保罗讲，还即个行即个福音的祭就对啦，因为咱有为外口人传即个福音来，互咱得到即个较好的物件，咱袂用将即个福音放在底，放在裤底底，咱要将即个福音来甲迄落。所以当我教会一个甲我共款姓洪的长老，伊。25年前，伊邀请我加入基甸会，其实迄阵我嘛毋知讲基甸会是咧做啥代志，伊甲讲基甸会咧送圣经啦，讲送圣经这真好所以我就加入，所以到今年都25年啦，25年，所以每一摆我若伫教会见证，我拢会先来分享一段我的家族信主的即个经过。我相信咱各位你的信主的经过，拢毋是偶然的。拢有一撮真奇妙的即个经过，所以你用将你的家族，也是你信主上帝对你的恩典你甲描述出来。我会记你永光的即个前董事长陈定川长老可能在座嘛，足侪拢熟悉伊伊即摆是永光的名誉董事长等伊咧写一本往高处行的时阵嘛是因为我早都会拢伫伊的迄个会议室内底，伊拢开放会议室互我用伊人足客气的因为我知影讲伊的身躯顶内底足侪见证的所以我迄阵甲迄个白崇亮伊是澳美广告台湾的总负责人阮就去甲伊讲，你应该将你的见证写出来，因为伊是矿工啦。伊的老爸是迄个挖迄个矿的，了后先伫伊14岁的时阵，迄个咧挖矿的中间，即个崩落来了，所以因老爸受伤，所以伊本爱出来做童工啦，做囡仔工，你知意思？了，因为上帝带领，伊才进入一个中华化工做迄个流酸的工厂。为囡仔工做起做到升到经理安尼了后伊安怎信主甲伊的过程，我迄阵嘛是鼓励伊足低调的尤其伊的姊妹我叫丽姊姐足低调，伊讲哇袂使，这安尼写咧那是讲电工家己偌熬我毋是，这是咧彰显上帝对你的恩典你的救恩而且伊的公司迄时阵咧做迄个品格的即个管理所以伫咱台湾迄阵公司拢还阁无人咧做这所以头一个做讲我就想办法去甲说服啦，讲阮主要是咧讲你公司有做这品格所以你买来了后3个月以后，伊答应。迄本书我毋知影在座读过往高处行嘛，改变足侪人诶，有诶足侪人。看到迄本书来信主的改变人，所以讲兄弟姊妹，咱爱将咱的见证，上帝对咱的恩典，爱甲讲道出来，爱诉说出来，诉说
上帝的恩典。啊，这主要目的毋是咧讲咱偌高偌厉害，主要的目的是咧传福音，咧传福音。因为圣经内底有讲哦，讲福音若无人传透，有人信啦。哦，像我头拄讲的，即个梅干部伊若讲无去甲遮教会遮中级，甲教因讲安怎去传福音，透人出去传福音，所以罗马书内底讲吼，即个信道理是为听道理来，听道理是为基督的话来，可见信道是为听道来，听道是为基督的话来了，所以即个保罗讲的讲我传福音是无通夸口的，因为是不得已的。我若无传福音，我就有灾祸来啦我就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个代志，就有赏赐；若无甘心，责任嘛已经托付我。所以传福音是咱基督徒一生的这个工作。伫这个咧传福音咧片段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咱爱坚持两种啊，咱爱有两种的坚持，就是我今仔日讲的主题，咱爱靠主徛在。咱才拄有讲当心徛在，你咧徛在，你咧靠啥物？靠你的学问吗？靠你的才调吗？靠你的才能吗？靠你的讲足有钱的真好嘢吗？毋是，是爱靠主来徛在。伫圣经中有一个真有名的故事，就是讲这个彼得看到彼得看到这个耶稣伫暗时的时阵因为耶稣赶无着阵所以因已经坐船咧过对岸所以耶稣因为伊是神，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伊怎为迄个海面怎行为船，因咧坐船。这段故事伫《四福音书》内底拢有几啊福音书内底拢有描述这个故事所以远咧行的时阵，咧行过来的时阵，遐个门徒看到讲哇，水面头有人咧行这个水面，讲哇，这水鬼的，这哪鬼咧？佫有法度到水面看。但是当耶稣行较近的时阵呢，伊看到啥物？看到讲这都咱的老师所以伫耶稣的学生内底彼得上爱出风头而且嘛是上爱讲大话的上碰风的，讲话较会碰风的伊就讲耶稣，你遐厉害，你用行水面我是毋是共款会用行？我来行好无？耶稣讲来你来伊就真正怎行伫这个水，伫这个船内底怎行为这个水面有无？有这段故事，我相信大家拢会记哩。但是当伊咧行中间呢？可能这个海涌会因为这个水怎喷回伊的面伊怎看讲，哎哟，啥物我咧行海面哇！伊看到讲迄海涌遐涌佫有迄个风叶头伫咧海边风浪足头，哇！伊怎沉落去？你知意思无？沉落了后，伊时阵伊做着一个上简单的祈祷这个圣经内底这段上帝来叫啥物？讲一句话，主啊救我！咱这长比顶较侪人回答可能我人较侪啦。这4字就是祷告呢。因为我伫阮教会有咧教成人主日学啦因为我做个广告遐妈妈听啦。了后时我拢会叫讲妈咪妈妈你祈祷一摆阮太太甲我讲你毋好叫伊祈祷呢，因为伊来甲我讲伊咧祈祷安尼皮错啦伊后摆啦安尼佫叫伊祈祷伊无爱来参加我的查经班啦。我讲主啊救啊，这就祈祷免祈祷甲落长啦，为创世纪祈祷甲启示录无需要啦咱爱称呼嘛，咱咧向啥物人祈祷？主啊嘛，你即摆就是你就咧得到救嘛，所以主啊救啊，这嘛是祈祷啦。讲伊你知嘛，祈祷无足深诶当然咱咧较深诶程度爱毋好讲逐项代志拢咧求家己诶代志。你若求家己代志你祈祷差不多半点钟你就无话啦。所以你爱祈祷，你四周围诶人为上帝国、上帝诶义来祈祷迄安尼祈祷咧2点钟也无够。阮太太逐工只要祈祷2点钟以上，我咧甲听拢咧为别人祈祷所以迄都无共
哦，所以祈祷其实是安尼，哦，啊，话我讲到转来，这是靠主，搁一个就是讲，我嘛最爱讲圣经的故事，因为我迄阵咧做执事的时阵吼，都迄个主日学的学生吼，都阮囝迄班啦，啊，迄拢足调皮捣蛋的，连续都拢迄几个因咧同学，啊，所以老师迄查某的老师教无法哩吼，我家己志愿讲啊，我来讲，我来教。我教话无讲咧，你就爱去实行啊！啊，感谢主吼，咱的长老教会拢有迄个主日学的教材嘛吼，宗旨诗集拢有出哦，啊，拢嘛是圣经的故事啊，吼安尼，啊，所以我圣经的故事不止啊会晓讲啦吼，啊，所以我今日来讲大卫的故事嘛，哦，大卫王细汉的时阵对无？因为伊是因兜的两位仔囝，伊拢总八个兄弟嘛，所以爸爸拢派伊讲爱去雇羊啦，吼，去雇羊。但是嘛，去雇羊中间哦，互伊学着足侪安怎作诗啦，吼，安怎弹即个琴啦，吼，安怎来敬拜阿罗上帝，安怎去雇羊，练甲一身的功夫啦，吼，安怎用迄个指甩，用迄石啊，吼，即个琴嘛是虎，还是野狼咧来甲教伊的羊的时阵，伊用用即个吼，用即个伊学的功夫。哦，用石头甲鉗甲足准的嘛，吼所以一摆的时阵，因伊三个兄哥吼派去坚定去咧作战，因为非利士人吼咧来侵略因的土地嘛，足久无转去，所以爸爸就派伊讲吼做一寡饼吼，因爱食的吼，可能咱像迄宜兰的油葱饼啊，啥物吼摕去叫讲去互恁哥哥食吼，去甲前阵的时奇怪倒咧烧煎太拢无看咧煎啦，拢看大家咧味啦，大家拢味咧遐啦，因原来吼非利士吼派一个吼，迄个身高吼，我甲算下算下，有3公尺啦，3米悬啦。哦，咱知影 NBA 吼，咧林书豪因为甲我有 FB 啦吼，所以伊捌传伊的相片哦，伊敢若教遐个 NBA 徛，伊算矮子呢，算 A 啊呢，伊190，伊嘛还阁有190偌济吼，所以你看 NBA 大家拢2米2、2米3、2米1，对无？哦，迄个姚明啊，像2米2啊，2米几个大陆迄个吼，3米啊，你了去了吼，伊所穿的正价吼，照圣经的迄个单位吼，我甲换算咱听较有的单位是57公斤啦。穿的这正价57公斤，哦，伊举迄支枪吼，迄个枪头、枪头吼，7公斤呐。你看伊规身躯的吼，规身躯的迄个装备吼，不得了。所以伊若徛落出来吼，这犹太的这个军队，大家吼，哇，走哪飞咧，大家拢比起来，哦，你都袂先来，我一支枪就甲你插过啊，对无？他有可能互你迄落，所以伊就伫遐骂准啊，你知影？哦，伫迄现场对大卫王去，看伊咧骂骂耶和华咱的上帝，讲你的上帝拢走去对，你的上帝是走去迄落味来啊，恁的神拢走无去啊，哦，所以大卫王听了足受气的，因为伊甲上帝的关系足亲密的，对无？你的老爸去用骂，去用辱骂，去用侮辱的时阵，伊就家己去找扫罗王。扫罗是一个落骹的王。扫罗王讲这囡仔囝，你安怎去甲因相战啦？无可能啦。但是伊足够讲理由，足够推荐家己啦。伊讲我迄阵咧雇羊的时阵吼，然后迄落狮啦吼，是迄熊吼来甲偷咬我的这羊啊吼，伊吞到胃迄个喙内底吼，我都去甲拖倒出来，迄虎迄个毛，迄个手吼，我都甲扭咧，甲拍甲死啊！你知影意思？我若咧惊即个吼，而且我阁有一身的功夫啊！你滑落去看嘛，迄个扫罗王好啊，怎啊将伊的剑甲吼，怎啊脱互落去穿吼，无你得穿我的剑甲嘛吼，伊无穿也好啦，穿咧倒拿迄落火神地灵经读啦。好神地灵经读你听有吼，磕掉啊！你知影意思？你行袂叮当，搁伊一支伊的落骹吼，所以伊的迄个剑特别做特别长嘛。那咧拖迄拖，伊讲疼入来。我掠咧雇羊迄个拐啊就好啊，迄支拐甲我的即个指线，即个皮所做迄个底啊咧放迄个石啊，所以现场伊去选5粒石啊，圣经写讲平滑、光滑的石啊。
酸火粒。咱细汉时吼，咱拢捌迄个批，看到迄个乌面啊是水面，咱拢用迄个水批，用迄个石啊去选迄个较光滑咧，撇咧，啵啵啵啵啵啵啵，吼！都市囡仔讲这拢听无，你若庄脚囡仔听较有吼，我庄脚大咧，吼！所以去选迄了，你徛伫啊，伊看即个沙米馆的即个菲利斯的勇士吼，看到伊的心笑讲你是咧来讨死的啊！你举即支是咧创啥？伊讲看人是举倒，你举迄个拐啊，咧故乡的拐啊，伊都无咧插伊啦。伊讲你是靠你的动吼，你的气躯动的统治吼，我靠万军的耶和华啦，阮靠阮的耶和华，伊怎啊石啊摕起来，嗨，顺利伊的迄个钢盔内底吼，咱戴安全帽吼，无可能讲规个拢砍袂吼。当然咱即马有迄个 PS 版吼，会用规个拢砍，迄当时无嘛。所以即个面所在，即个所有即个上照吼，太阳即个上迄个先，怎啊为遮甲射出去。砰！一个3公尺悬的人，砰就倒去了，伊怎啊去为伊的刀吼摕起来，头甲斩落，哦，真残忍哦，这限制级的，无法度。佮我摕互悬，哦，了，遐个敌人哦，遐菲利斯人本来是讲看这囡仔哦，可能草莓啊人加讲连面两手落去了，毋知讲遐厉害啦，哇，怎啊前军大败，国语啊，你知嘛？伊讲哦，恁靠武器啦，因为菲利斯人当时是足够练铁、冶金方面哦，练铁练钢的，所以呢武器拢足用的。所以恁靠恁的武器，靠恁迄落，是靠恁人大汉大壮。我是靠万军的耶和华，国语啊，你知嘛？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咱咧桥稳桥在。看万军的耶和华，我教会内底嘛，足侪人咧甲问，洪长老你定咧讲吼，万军的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靠主，是咧拢看无呢？我讲拢写咧一本圣经，圣经上帝话，上帝话就是一支宝剑。我最爱读以弗所书的，以弗所书第6章。其实以弗所书是咧讲教会安怎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上帝有啥物计划？上帝是计划咱爱穿即个专服的军装啦。咱起床起来了，我们要穿在全副专服的军装。伊内底，因为保罗当时是去罗马帝国管，所以。保罗甲耶稣拢共款，因咧讲道啊，是咧讲伊的内容吼，伊拢讲因听较有诶。所以迄阵因的罗马的军队吼，拢雄赳赳气昂昂哦，所以拢战甲啦，迄帽啊，迄个吼，迄帽啊内底个哪有用迄落马尾啊做诶安尼吼哦，因为我作细汉时最爱看电影，所以迄阵定看迄罗马迄出来是咧军队吼，吼甲摕一个迄个铁的迄落。迄个叫做护栏，毋是护栏，迄个叫做盾牌，盾牌，有啊，伊盾牌，伊都那是有一个墙，一面墙同款哦。所以耶稣，保罗嘛是叫咱讲吼，我来吼，所以讲吼，你来提起上帝所赐的专属的军装啦，哦，好伫磨难的日子，伫恁困难的日子的时阵，用抵挡即个仇敌你的敌人。哦，而且佫用徛了斋哦，用真理做带子束腰，哦，真理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做护心镜，哦，咱咧正教内底拢有即个护心的物件，无惊去刀啦、箭啦去射到这心中吼，用公义做护心镜，用平安哦的福音当作预备的鞋穿在脚上，哦，拢爱穿福音的哦。福音即个鞋啊，哦，以外还佫用信德做盾牌，信德吼。当然，我咧讲的即几是拢算基督徒爱准备、爱预备的即个品行品格，吼，这是拢咧抵挡的，咧抵挡。上尾啊，即句话我咧强调的17，吼，戴上救恩的头盔，即个足要紧的，保护读到那个
拿的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头拄啊讲遐济物件，公义啦、真理当鞋子啦，什么复兴正呀，迄拢是咧抵挡的尔。真正咧进攻咧攻击的是圣灵的宝剑，上帝的道，上帝的道。约翰福音甲咱讲较清楚，讲较足清楚。上帝的道就是神的话。所以我若去到教会，我拢足鼓励教会囡仔自细汉吼，咱就甲栽培，互伊背经部，不管国语的、台语的经句，互伊一个比赛，背经部比赛是安怎你知道？因为囡仔会大，伊当时咧背囡仔的记忆力足好。你细汉的时阵，你若无互上帝话伫伊的内底吼，伊后摆愈大汉的时阵吼，拢同学说的，哪一个朋友说的？拢无迄个上帝说的话，上帝的话就没有慢慢消失掉的。你若有背上帝的话，伊慢慢大汉，伊到困难的时阵哦，迄上帝的话会跳倒出来。迄就那像咱咧升级电脑共款，你若无灌遐个软体，你今仔咧叫出来做啥物功用的时阵，伊叫袂出来。你要灌软体，咱手机也嘛共款啊，对无？咱咧 APP 要下载一寡资料。像我今日来，我用Google话咧查，图用电脑教的，伊就教我讲你坐车坐安那去到倒坐几路，来到遮几分钟，甲伊讲几啊种方法互你选择，对无？共款意思，所以你一定要有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那一支宝剑。我真爱看电影，有一片电影可能在座拢有看过，叫做《终极保镖》，英语叫做《Barry Guide》，凯文·科斯纳演的。甲惠尼·休斯顿有没有？惠尼·休斯顿上有名的歌就是一条歌 ，You always 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咧永远听你迄条歌足有名。内底有一幕，就是讲这个保镖甲这个女主角恋爱，因为伊本来是去做伊的保镖，但是伊足真实的，迄有这个一寡粉丝吼。咧甲攻击的时阵，伊拢去甲挡，而且用枪甲拍的时，伊去甲挡子弹。所以这个女主角真爱伊了，两个恋爱。了去因兜有一幕印象互我足深的，恁大家也知会记哩无？迄个女主角惠尼休斯顿的厝内底放一支日本的钱包啦，钱包啦，你听哦，日本的武士刀。伊支武士刀牙车咧把玩的时阵。伊敢将这支武士刀安尼拿出来，惠尼休斯顿的迄个丝巾哦，怎为半空中安尼落落来哦，伊无落去劈哦，敢落来劈一个变两截，代表迄支刀有来无？足来，各位兄弟，咱的刀有来无？今仔我若撒旦吼，我来咧引诱你吼，我若看讲你的上帝的话作者，因为上帝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唔敢去惹你。莫去惹你，较袂咯。万一去互你去武士刀摔着，对无？耶稣咧出来传道的时阵，咧出来做工的时阵，禁止几工，40工，对无？撒旦用啥物来甲引诱？嘛是用上帝话甲引诱哦。撒旦嘛是足厉害哦，伊毋是看讲。耶稣禁止40工了，巴肚足会枵的。伊讲你若上帝的囝哦，你用将旷野上面上济石头上济啦，你可以将石头变成面包啊、米包来食啊。耶稣讲人活咧，毋是靠食米。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代表食物嘛是足要紧的，但是毋是干那单靠，是靠上帝嘴所讲的话，对无？了，撒旦。带伊去一个山顶，足悬的山顶。讲你若甲我跪拜，甲我跪拜，对无？你看会到拢互你啦。咱像讲你甲阳明山的山顶看咧，台北市拢看会到，连101拢看有。你若来跪拜我的时阵，我就遮个看会到拢你的，对无？上帝嘛用经上记着说，对无？当敬拜你的主。了，伊个叫伊讲，你用去甲殿堂内底足悬的所在跳倒落来，
天煞会甲你破啦，因为即句话是伫诗篇内底的话，哦，伊嘛要讲即个话哦，但是耶稣拢用经上记着说，甲伊抵挡。你若有时间去看即个，伊用的招式是啥物？三招尔啦。伊是纸老虎，我啦讲过，撒旦拿迄落屎共款，哦，骗家咧吞家，伊拢用迄落甲你怪、甲你骗的，哦，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规本圣经来看哦，拢在写这个代志，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哦，大卫王嘛共款，所罗门王嘛共款，哦，拢是即几个，哦，即几项迄落，哦，伫即个创世纪，即个蛇咧引诱，即个夏娃的时阵，共款嘛是用即三招啦。你回好好去甲分析看觅。所以上帝话有要紧无？足要紧的。咱嘛无上帝话伫咱的身躯吼，咱徛袂在啦。因为撒旦太厉害，伊用各种你的破口来甲你攻击。你若无上帝的话，那即支剑，我讲即支剑吼，伊难免来甲迄落。当耶稣马太福音咧描述耶稣受到试炼了，撒旦看无步退出的时阵呢，马太福音是写讲撒旦就离开耶稣，啊，天使来陪他嘛，来陪伴他。伫路加福音内底写讲，撒旦就暂时离开了耶稣，暂时哦。各位兄弟姊妹，耶稣是上帝的囝，而且嘛是算上帝哦，因为伊是三一神，三一的神。撒旦就咧来甲引诱啊，何况咱是肉体，咱是肉体的人，哦，咱是七情六欲的人，咱若无上帝的话，咱无法度赢过即个世间，即个世界的引诱。伫遮啊，我咧甲大家啊讲即个，咱咧传福音的时阵，咱咧徛在，咱咧靠主徛在，靠主徛在是靠啥？靠上帝的话徛在。第二点咧讲的，就是讲，咱咧传福音，咱爱齐心传福音，咱爱共心呐，共心。而且耶稣伫咧传福音的中间，伊训练这门徒了后，伊派因出去传福音的时是几个人？两个人出去。为什么爱两个人较好？因为你若一个人，我讲过，这个撒旦的步数足济。哦，你人济时，伊就惊你啊！哦啊，而且圣经内底嘛有描述，有一摆佫4个人哦，哦有哦。你耶稣咧医病赶鬼，开始已经轰动的时阵呢，有一个人，伊的朋友足好诶。看伊讲安尼变衰，但是伊当伊听到耶稣讲会，互摆骹会行路，互青的会看，互太高的会好，互耳孔的哦无听过会听去了，伊就将伊即个太高的即个变衰的朋友变衰，就是迄个瘫痪的哦，可能是中风还是啥物迄落，会怎啊讲伊4个人跟伊咧敬耶稣，跟到面头前看到迄间厝伫一个主人的厝的时，我客袂入去啦，迄人山人海，所以怎啊啦，爬位厝顶去。你无看嘛？咧扛一个人咧爬去厝顶哦，迄嘛爱功夫呢。你若扛无好势吼，空骹翘，迄个人去摔死呢，伊无好煞怎啊摔死？了为厝顶怎啊甲拆厝顶？我讲我足佩服迄4个人的即个信心啦。人的厝顶你也敢共拆？了将。白一手啊，将迄个哦已经变衰的人，安尼慢慢甲吹下来。啊，今仔若讲一个吹较悬，一个吹较低，迄个人嘛会摔死，所以是爱当心呢。了，耶稣看到即幕，哦，讲神救了你啊，这个人随爬起来。各位兄弟姊妹，所以传福音爱齐心，爱共心，哦，爱共心。过一摆啊，过传福音的时阵，爱有一个怜悯的心啊！我就爱圣经马太福音内底描述耶稣去传去各城各镇吼，各城吼，各城各乡吼，去传福音的时阵，伊看到足侪人吼，
哪像这个羊无牧者，伊就起了这个怜悯的心啦，起了怜悯的心。所以怜悯的心嘛是咱传福音的一个足要紧的。你若无这个怜悯的心，无这个疼心吼，你传袂落去啦。因为人定定会甲你记住啦。就阮基电话咧送圣经互人哦，大部分的人哦，学生还阁还好，我捌统计过，学生都还好。一般的社会人士吼，对这种的拢足歹客，拢无爱。阮的机会哦，有一摆有一个法官加入，我也莫讲名吼。伊做法官，你咱知影法官若咧判庭拢高高在上啊。啊，退休了后，因太太足热心，所以就我讲因太太咧加入阮基电话，阮基电话歹势较有一个规矩，拢爱弟兄加入了后，先生才可以加入。啊，所以他的姐妹就叫他的先生加入。啊，伊是法官吼，一摆对阮去师大吼，师范大学正上，我会去大学正上圣经啦，去用记转啦。哦，伊感觉足无面子的哦。尾啊，迄摆圣经送了呢，我都无看到人啊呢。无看到人，我问因太太讲，啊，你的先生太太怎啊拢无啊？来无几摆咱无？伊讲吼，迄摆去送圣经哦，讲去用记述一个讲安尼，规个面拢红起来，规个拢迄怎毋敢迄。我讲吼，无法度，伊是法官，法官我想可能拢高高在上的人，看到伊拢是，啊，伊咧判，可能这个心态啊，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你若无这个心吼。啊，面皮阁爱交啦，哦，骹皮嘛爱交，爱祈祷啊，面皮、骹皮拢爱交啊。英国19世纪有一个足有名的牧师叫做司布真，伊现就将圣经拢背甲滚瓜烂熟，所以伊圣经足了解，啊，伊嘛足够讲道的。本来伊是庄卡的一个16岁就要讲道啊。英国伦敦一间足大间的教会去探听了，邀请讲你来阮的教会，因教会人咧减少啊，啊伊来了，哇，果然，因为伊的讲道吼浅显易懂啦，袂讲真深啦，啊，所以你若带迄慕道友来是拢会受到感动，所以每一摆吼人拢来的拢会调啦。就是讲人来会调啊，所以一寡传道人吼，尤其是新学生，若咧毕业吼，还是啊咧实习的时，拢会来甲学习嘛。我讲人这有啥物秘诀啊？啊，有一摆，果然伊个牧师讲了，哇，真感动人，佮真侪人安尼决志安尼啊了。因为迄教会真大间，所以嘛有共款，甲咱教会共款有第二堂嘛，啊，所以就利用迄个空档啊，迄两个新学生啊，去请教即个牧师讲，你是有啥物秘诀？你的讲道太会遐尼感动人，哦，遐吸引人安尼。因为普通是迄个牧师是沉默寡言，讲话佫会大字，但是去甲遐听讲话哦，拢无共，你知道？伊讲安尼吼，因迄间教会倒伫伦敦的一个公园，足大间的一个公园的边啊。伊就将这两个新学生带去这塘仔边看，讲啊，你看到啥物？外口看到啥？啊，两个新学生讲，啊，我都看到今仔日是圣主日啦，因为英国是基督教的国家，啊，所以太遐侪人拢无去做礼拜啦，啊，伫遮遛狗啦，啊，带囡仔伫遐咧迄落来咧佚佗啦，荡秋千啦，啊，咧跑步啦，哦，迄个牧师随流目屎，伊讲我看到是遐个人，那像羊无牧者共款，那咧牧兽啦。无受，伊无灵魂啦，无受，伊看也无共，随流目屎。了，迄个牧师带伊落去地下室，行去楼骹地下室，拍开地下室的门，哇，足侪人跪伫遐咧祈祷，为着牧师的讲道，为着教会遮的拄着困难、环境困难、财务有问题，啊是讲婚姻拄着困难的，啊是即个破病，即马伫白厅中间的人。跪伫遐咧祈祷，迄牧师甲迄两个少年咧传道讲哦，这就是我的秘诀啦。第一，靠祈祷；第二，爱有怜悯的心啦。用安尼甲伊讲，这是伊的秘诀。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我相信咱信主了，所以我听到足侪兄弟姊妹讲，伊还未信主以前吼。伊若去外口看到一寡较艰苦的，一寡乞食啦，还是一寡拢爱看到过。但是因的心无共啊，我讲你的心咧改变啊。
啊，耶稣基督的心慢慢进入你的中间，你慢慢有怜悯的心，而且你会替伊传福音，你会甲传福音，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拄到足烦的人，第一摆甲你拒绝，第二摆甲你拒绝，你嘛是共款用迄个听心来甲传，来甲服侍，这是一个。第三点，我咧讲的就是讲，当心徛在为福音甲基甸会的事工的事方有啥物关系？基甸会已经来几啊摆报告啊，但是我咧个一摆大家报告讲基甸会其实嘛是一个上帝所兴起的一个福音的团体，因为基甸会为几个人开始，为2个人开始。2个生意人开始，伫美国因为这个地方太大，所以因若出车出去一摆拢是要规半个月，所以一般拢爱去住旅馆，住旅馆。有2个做生意的，这个中年人因当时去到一间真庄卡的旅馆，迄个主人甲讲歹势，今仔日旅馆拢满，剩一间房间啦。这间房间是有2个单人床，唔是双人床，所以恁若无气险的时阵，是毋是恁2个总要住咧内底？反正我一暗尔，两个讲好啊，无问题，因为阮困一暗就咧走嘛。所以入去了后，2个就咧寒暄自我介绍了后，做，结果咧困的中间，发现一个人咧读圣经啦，一个人咧祈祷啦，才发现讲。你也基督徒，伊也基督徒，2个才开始讲出来。迄阵上帝的灵、圣灵亲自伫因的身躯做工，叫因讲去成立一个机构，伫旅馆内底来送圣经，伫这个旅馆送互这个柜台，送柜台，所以因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了后，因足欢喜的，等于教会中间，也是去因的小组内底，去因的福音机构内底，因就将这个信息传播这四周围这好朋友，这朋友大家听到讲好这足好，这为主做工这足好的当时咧成立安尼就讲几月初几什么地点结果迄天来几个，基甸会毋是来报告几啊摆拢无讲到这个3个可能是基甸会员，3个。迄人讲今仔我的性格你做遐大的事工来3个英语叫做 game over， 不要玩下去了。3个共款坚持落，共款共心徛在，因为咱为主咧做工的，咱免看环境，环境是做歹的，咱3个人呢对无？共款选举，一个选做会长，一个选做副会长。一个选做书记，3个开始，经过6-7年了，因真正去买圣经，去送互柜台，但3个人力量足薄弱的财力嘛无遐大，但是这个代志，互美国第一长老教会一个牧师知影了，牧师因拢会开牧师会嘛了。有一个空档的时间，伊怎啊徛起来讲这个代志？讲有一个机构叫做基甸会，因就是讲咧送圣经伫饭店，这是足好的。咱做牧师的人，咱爱甲支持，咱爱来介绍教会内底有一寡有热心、有信心的人来甲加入了后，咱阁开放咱的讲台，互因伫遮做报告。咱迄天奉献的钱，咱拢互伊，互因买圣经去送到旅馆的每一个房间啦，进前是干那放伫柜台内底，你买的时，咱去甲借来读，放在拖底，所以讲我每一摆若出国是伫咱台湾去饭店我拢有一个职业病啦拖拢甲拖我看一本圣经无大部分拢有啦，但是即摆拢阁加3本呢，即摆足恐怖的。即摆加一本星云法师的365天，伊足好学咱一讲一篇，365讲，甲慈济的，迄都免讲阁一间叫做迄个花鼓山呢，花鼓山3本，各位兄弟姊妹，咱嘛无紧去送圣经，
咱的合场的去用甲学去哦。即马连军中吼，连我再来讲军中，含军中伊嘛去送迄个瓷器啊，设计本啊做甲偌水偌古水，搁一个塑啊塑起来，我今仔袂记早来互大家看。各位兄弟姊妹，纪念会就是为安尼开始，为3个人开始。经过118年，今年都第100年，即马有几个国家你知道？即马有比联合国的国家搁较济，即马有201个国家。本来为3个人开始，即马有差不多28万人，将近28万人。台湾是61年前，61年前，美国，咱台湾遮有一寡兄弟去成立，但是台湾迄阵61年前作散的。伊一年摕差不多当时的换算的，钱超700万的台票来互咱奉献互咱的哦。所以咱纪念会伫咱台湾，伫差不多17、18年前，咱已经自立自强，咱已经变成开发中国家。所以咱逐年咱嘛拢搁甲奉献倒等于即个美国的总会，互因去印啥物？印一寡即个中非洲的文字啦，也是即个最近印上侪就是印阿拉伯文，因最近即个 IS 吼的即个关系，所以足侪难民拢逃难去欧洲啦，尤其德国受足侪，所以阮拢最近拢印迄个德文甲即个甲阿拉伯文对照的圣经，嘛即摆欧洲的教会本来人愈来愈少，咱咧观望哇！即摆听讲足侪拢回教徒入去内底咧做礼拜。毋是做回教的礼拜，做咱信主了后的礼拜因为纪念会就把握着这个时机，去印遮的圣经来引带因来信主。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有一天咱拢会离开这个地面上，等于天顶的天堂内底。当你去到天堂的门口，有可能一寡贪毛裘裘、皮肤乌乌，你毋捌。毋是咱华人的，伫遐来甲你多谢讲你的奉献，买一本圣经送去伊的手，因为伊读着这本圣经来信主的，你免怀疑哦，真有可能你所奉献的钱，透过阮纪念会，拨等于互咱国际总会，因去印遐的语言，因来信主。我会记咱进前的王明仁长老，咱大家捌嘛吼。咱本教会，我捌听伊一摆派去非洲送圣经。非洲的囡仔实在是真可怜，拢无一本家己的书啦。因咧写字拢伫涂骹用迄落手机安尼写。所以当因听到讲纪念会咧去送圣经的时阵一个囡仔听到了后，惊2暝3工搬山过岭，咧去摕这本圣经。但是当伊去的时阵呢，圣经拢送了，拢送甲空啊！伊带着一个真刻薄的这个眼神，甲因问讲，甲阮去送圣经遮的人，其中一个是咱的这个王明仁长老讲When are you come back in next year？ 你明年当时咧来，伊咧将这个日期紧甲记起来，咧较早来等一本圣经呢。各位兄弟，这本圣经对因讲是何等的宝贵，因是因唯一的。所以足侪人嘛咧甲我问讲，你圣经安尼送敢有效？各位兄弟姊妹，我手底摕一本迷彩本的，专门咧送阿兵哥的。感谢上帝因为咱即摆台湾囡仔生少咱这幼稚园的校长上知招生拢有问题拢有所以上帝就透过这个关系互阮去军中拍开这个大门呢当然这个一段足长的故事，因为阮的机会内底有一个空军上校退休的这个罗弟兄，即摆是做牧师，伊是为空军的幼校读到空军官校但是因为伊目睭无讲介好，所以伊无法度做飞行员所以派去空军的总部做遐总司令的这个那像迄个辅导官啥物做伊的下骹手的做伊的秘书所以当伊退伍的时阵，伊的太太
伫幼稚园咧做主任，啊，伊咧使娃娃车，啊，所以寒假暑假，伊就甲伊讲吼，伊咧去拜访伊的同学拢做甲队长啊，啊，伊做甲即个部队长，有诶拢做甲将军啊，各位兄弟姊妹，安尼拍10年哦，空军甲拍开以外，含陆军嘛拍开，海军嘛拍开，含即个替代役嘛拍开，所以阮这一年即马送几本，送10万本。迷彩，这阿兵哥咧用诶，迷彩本诶。哦，我一摆咧坐高铁诶时阵，拄着两个阿兵哥咧对话啦。伊讲我当兵足无聊，阮做过兵，阮知本来就足无聊啊。啊，你在里面都看什么书啊？一个阿兵哥怎啊为伊诶皮包内底吼摕一本？啊，你敢无收到这本？各个兄弟姊妹，即摆这本圣经哦，迷彩本圣经已经变做阮伫军。做兵的是必备呢，做兵必备啥？钢盔嘛，对不？啊，一支枪嘛，步枪嘛，X 腰带嘛，啊，一个皮鞋嘛，即摆拢爱搁加分一本这，所以啊有效果无？效果有足侪军官本来是指动阮入去做阮入去拢演讲，我拢派一寡名嘴去甲演讲，啊了再送圣经，因为阮后壁有印一寡。印一寡遮的歌啦，吼，我拢爱讲甲，这是一个策略啦。讲，因为我们要带动唱，我们要带动这个年轻的你啦，啊，给我放颗心啦，这个我们都天印的歌嘛，所以就要花下去，那就花嘛，花，了个讲了，大家拢收的，所以大家拢一本，讲了这本我毋知阮进前来的见证，也才有人讲过。伊这本内底有一段叫《奇异恩典》嘛，有没有？《奇异恩典》的歌上尾是恩惠真是何等宝贵嘛，都有一个姊妹一个女孩子她的姐姐是信主的，甲传福音嘛，阮基督的圣经拢无爱看啦。因为伊有一个男朋友，两个行甲足热的，但是迄个男朋友过去爱着一个比伊较水的、体格佫较水的女朋友啦。这敢叫劈腿？我毋知这是毋是叫劈腿？这我未结婚，应该毋是叫劈腿啦你就搞就好啊，过来甲抢，你知意思？那个女朋友又来跟他抢，本来就已经几啊摆拢失恋咧自杀啦，拢自杀无成啦。所以因兜的人对伊足戒备啦。一摆这个男朋友佫带这个女朋友来甲炫耀，你知影？迄摆伊挡袂牢啊！伊已经去买几啊药啊，爱困药啊买足济啊，去旅馆内底200粒，一摆200粒拢甲吞落。结果我无讲阮旅馆有送这个圣经无？结果这拖底都找这本圣经出来。伊的名叫做慧珍啦，慧珍你知道？阮这本歌词内底其实应该上尾一抓尾啊的头一抓是温嘛温瑞，你还佫跳了，因为慧珍是何等宝贵，都上尾抓啦。伊普通时都这圣经伊都唔要看，伊敢看这歌词讲慧珍都咧讲我嘛，慧珍是何等宝贵啊！哎呦！含这都咧讲伊何等宝贵，是紧敲电话因姊啊，讲我伫猫咪旅馆，因姊啊是讲你稍等了，你不要乱那个，我赶快过去接你。这本圣经的歌我本来是讲敢若上帝的话，讲甲引起伊的这个注意，结果这个慧珍何等宝贵，这奇异恩典这首歌，这个上尾抓，这句话甲叫醒，即马感谢主啊！这是因这一投稿来甲讲的。即摆妹妹伊咧甲辅导，嘛拢伫教会咧做礼拜。各位兄弟姊妹，上帝的奇妙互咱想袂到。咱主要去夜景就好啦，咧长成，咧大长，咧修行，咱交上帝，咱替伊祈祷。因为我去教会足济其实拢是要张罗级的，有当时拢较听主的，拢会来甲我问啦，洪长老。恁做的工是足好的，但是恁拢足浪费的。这圣经安尼分人拢学人甲你单调，这事实啦。因为阮圣经送了的时候，阮拢爱去本所桶啦，阮去
是去对去收花。我一摆去民前国中你也台北民前国中，你就知伫承德路遐嘛，边仔都一个民前捷运站嘛。阮上一站的时，一个姐妹应该是基督徒啊。伊讲伫迄个台北捷运站有一个铁拿就是咧放那个报纸的红蛋底啊蛋几本伊抹来花啦。这种免不了的啦，这种奇案，因为圣经内底有讲嘛，当你咧夜静的时阵你还袂夜的时，鸟就甲你食早啊，咬早啊，对无？你来夜落迄落前途啊，这个日头拍落，伊就孤单去啊。你掠咧种植啊，是掠咧迄落，对无？内底，但是你若夜到迄落好土伊是100倍、60倍、30倍收成，你敢知你咧夜咧对？你尽管去播种就好了，去播种就好。为阮祈祷，因为圣经内底嘛有一个故事啊，对无？因为耶稣伊的名声烫惊城，所以当耶稣咧行路的时，一个叫贵妇的有无？伫哥拉森的时有无？一个叫贵妇，迄个太厉害，伊的贵毋是干一个贵伊是规群的贵附伫伊的身，所以伊足有力的，伊足个会晓共拍的，拢咧共拍人伊起笑啊。所以用个铁链甲链条，佮甲关咧网布地较无人去，无惊人去互小的拍着，佮无法度赔，对无所以去咯。但是当耶稣为遐过的时，伊伫遐呼叫上帝讲主，讲耶稣啊，你救我脱离即个互贵妇的即个苦难，有无？有大家有读到即个咯，有无？所以耶稣将即个鬼关喺关喺啥物所在？猪毋是羊啦猪啦，几只？2000，即马猪肉足贵一只猪10000块，2000只猪2000万，为着救即条灵魂，因为咧哥拉森即个所在拢咧饲猪的呢，犹太人本来拢无咧食，伊是外邦人的迄落饲猪的，所以遐人惊讲你搁住伫遮，若搁加住一间，我毋知猪仔搁死偌济，你知？所以甲耶稣赶出去，你知影意思？但是去互贵妇的即个，伊嘛咧对耶稣讲：耶稣你正讲是神，我咧对你去传福音。耶稣讲免，你将我伫你的身躯所做的代志，你去做讲见证我听。因为大家拢捌伊啊，因为伊本来拢脱衫脱裤，拢无穿衫，拢会拍人，大家拢惊伊啊。所以你将即个故事，所以耶稣所看到是咱人灵魂的价值，毋是咱人的即个。价值偌济钱啊？伊是看迄个价值，不是看价格。安尼听有无？咱人的灵魂是无耶稣无可能讲上即个十字架为咱钉十字架顶，流出即个宝血来救赎咱遮的罪人。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今仔咱有法度坐伫遮，甲我今仔徛伫遮，其实咱拢欠即个福音的债。咱应该找机会来报答上帝恩典。那保罗讲，咱若无传福音，咱就有灾害。我们就有祸了。咱传福音，咱主要是咧回报上帝恩典。3礼拜前咱有经过咱基督教一个足重大的节日，就是受难、搁活、受难周甲复活节，对无？伫几千年前，有一个强盗莫名其妙，伫即个罗马的即个监狱，耶稣咧钉十字架迄个透早，互放倒出来，因为迄暗时的时阵，一寡意志甲讲已经有人替你钉十字架啊，你明仔载你就好转去食家己啊！所以伊出来耶路撒冷的城市，看着讲奇怪，耶路撒冷甲咱台北城共款足闹热的啊！太今仔日冷清清，伊就随便去掠一个来甲问，哇！迄人看到伊踹一个，伊足有名啊！伊讲你毋知今仔是钉十字架的日子，他拄已经有3支十字架已经为遮经过啊！你来经过看你若咧看钉十字架。即个看老热你爱经过无你会惊看袂到。伊从3步做2步，紧撞位山顶去过他的山，因为伊知影讲有人甲讲
有人替你定12个，所以伊的好奇心啦，伊较有好奇，伊讲到底是啥物人？他有遐好康啊！本来我咧定讲伊咧替我定，结果去看的时呢，看到正面甲倒面啊，都有两个难兄难弟，共同甲伊关伫即个罗马的即个黑牢内底，受苦受难啊，吃喝拉撒拢伫遐啊，铁链啊、骹镣、手镣拢留做伙。即两个我拢熟悉安尼。中央即个毋是啊，应该是即个。当伊去甲伊的面头前看者，伊踹一个，因为即个人吼，伊的头壳所伫的即个冠冕吼，的帽啊吼，是用漆皮来做的，啊，所以迄个帽啊咧倒咧滴伫即个骹踏顶的时吼，要用安尼插倒入去的，哦，咱像咧剃线剃，吼，插落去，啊，血啊流啊规个面呐，哦，啊，佫真显然吼。伊咧受定以前啊，已经有受到即个逼迫，而且佫用迄个因迄阵当时罗马上残忍的迄个叫做蝎子鞭，那么钓鱼啊吼，鱼钩啊，迄个鞭子的头尾啊，用迄个鞭子，甲你摔的扭倒起来，含迄肉拢甲你扭倒回来，讲下来咯，而且伊的手两支的手是用迄个7寸的钉啊咧钉落12个，骹是2钉钉落。哦，伊看到即幕哦，伊足毋甘的，因为本来是要伊呢，结果是换即个人呢。了后，伊怎跪到面头前，伫遐咧甲说多谢，咧甲感恩呐，说多谢。伊听到耶稣伫十字架顶讲头一句话，讲啥物话？即句话我定伫教会内底吼。有当时啊，若有讲冲突啦，吼，大家有当遐误会误解，我拢讲一句话互听。爸啊，下面人因为因所做的，伊毋知影。我定甲兄弟姊妹讲吼，你所受的，其实伫教会内底，大部分拢是言语上、个性上的无共吼，安尼去误会着，吼，其实大家心毋是讲遐样。所以我用一句话讲，你所受的艰苦。你想看觅？耶稣伫十字架讲的头一句话，咱受的苦，敢有为的1/1000、1/1000？各位兄弟姊妹，当即个犯人伫十字架顶听到耶稣讲的“爸啊，下面因为所做，伊毋知影的时，伊已经整个人都崩溃了。我甲讲的，伊本来就痛哭流涕啊。规个人拢崩溃啊！规个人拢崩溃。伊讲世间上头遮尔大的痛，佮替我咧祈祷。过一段时间了后，只要若有人菜市仔口啦，啥物人济的所在，你就会看到迄当时伫小亚细亚的所在，有一个人徛伫即个肥皂箱。内底咧讲，伊伫十字架看到即幕耶稣钉十字架迄个真残忍的即个情形了，佮耶稣伫十字架顶讲的头一句话，耶稣伫十字架顶拢总讲几句话？7句话哦，十架7言，十字架7句话，其实拢足有意义的哦。伊敢若听到头一句话尔，因为伊尾啊已经。规个精神拢崩溃啊！所以伊敢听了头一句话，所以伊敢若讲头一句话，讲有个人有一个叫做耶稣替我钉十字架，但是伊伫十字架顶，佮替我咧求情，讲爸啊，赦免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影。了，伊加一句话尔啦，他为我死，伊为我死，我为伊活，我为他而活。所以，伊的下半辈拢为了传福音咧活。这个人就是初代教会的一个信徒、门徒，用讲说门徒，因为伊带几啊万人、几啊千人来信主的巴拉巴，请咱压头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的名设立同长老教会伫遮，恳求主你使用
桃园长老教会，成做即个桃园地区的一个灯塔。主你的光透过阮遮的会友，成做光照遍即个地区，成做地区桃园地区的祝福。互较侪人毋捌你的人，用进入即个教会来认捌你，成做一生上大的祝福。求主你保守照顾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身体健康，因的灵魂兴旺，因的家儿热心来信主，因的所行所做，拢用吸引更较侪人来认捌你。阮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家庭每一个人的囝儿，拢恭恭敬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带领引带感谢教会对基甸会的奉献甲支持阮会将遮有所有的拢来印作圣经诚做正人的帮衬，荣耀你的圣尊名。阮来恳求祈祷，奉靠主的圣尊名，阿门。所以咱继续来吟圣诗193首，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兄弟姊妹，大家起立吟全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特别献给免去，何人帮助人在罪？稳定明明之心，我能把自己信心来有塞，兄弟为我命为因为了命给到，兄弟为我命为。传来的高眼光，就这样说尽你的话，何必两人结亲？面断天人挽回，正吹天边高明，患难的救世。亲手救助人民，兄弟为我命的话，天为何必结多？兄弟为我命的话，传的高眼光，见到我命也。内向万变欢喜来呼，先经上头正中定，亲切因我的主，下最平安恩属，也跟我命路，下最平安。我命的话，只最高兴我，上帝的话，我命的话，永远的高兴我。请坐，下面来奉献，我请春燕甲桂英就是来书献。
看咱起立念奉献的诗。请坐。下面来报告，报告的大声，请咱掀开周报，咱来读金句。我读一摆，大家对我读两摆。多多恁行代志，着下着基督的福音，互我检采来见着恁，也是离开恁，为听见恁的代志。就是恁伫一个神徛在，用一心为着福音的神三甲出力，腓立比书1章27节来请。多多恁行代志，着下伫基督的福音，互我检采来见着恁，也是离开恁，为听见恁的代志。就是恁伫一个神徛在，用一心为着基督的神三甲出力，腓立比书1章27节。搁一摆，多多恁行代志，着下伫基督的福音，互我检采来见着恁，也是离开恁，为听见恁的代志。就是恁伫一个神徛在，用一心为着福音的神三甲出力。腓立比书1章27节，请咱掀开周报第3页，第1页。荆州的聚会的情形，请咱大家来参考。服侍内容，欧洲服侍人员遮的名拢一只，咱有服侍负担的人，请恁来备办心。周间的聚会情形，咱家己来参考。下面是教育部的课程，咱有即个伫即个所在时，咱就来有机会来参加受教育、受造就。请咱下开周报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咱拢有分组，伫分组的中间，咱也有参加州军来参加这个小组来受造就。咱小组大道的事项，请咱大家来看。第5页，奉献的民事，请咱家己看，然后订达的所在来中级提出更正。第6页，消息报告。今仔日本主日，咱真欢喜，黄长老来到咱中间。来本会来讲道，请咱为红长老来祈祷，来为着基甸会事工来奉献代祷。红长老，伊是总会基甸会总会常务干事，特别半工来咱中间，非常感谢伊今仔日甲咱的正道甲勉励。后主日，后主日为主日2的主日，为咱这个主日2的事工来代祷。后主日的中昼12点，伫7孔伊教室要来召开关怀部会议，请部员来出席参会。后主日12点半，伫6楼的办公室要召开行政部会议，请部员来出席参会。后主日的下晡1点，伫9楼办公室要召开主日的会议，请咱同工甲老师甲各班的主任来出席。教会消息。需要106年奉献的民事会友要来扣税，请咱来办公室财务干事来个登记索取。第2项，教会愿景共事营，要凝聚教会3到5年中间的这个愿景共事，同心为了教会来打拼的，为了目标来前进的。所以咱望这个北担任。也是现在的这个中级，也是捌担任过的这个团契首长，也是现任的首长，拢参与，甲家属拢会参与。时间是5月25到26 2天1暝。地点是这个龙潭较无会馆，这个缴费的办法，若是担任干部的，则会拢有这个
补助一半加上是专费，所以咱请大家来看。报名方式，伫咧办公室也是广告拿去登记。第三项要来强化信徒的灵性造就。牧师有这每拜四伫705的教室有开这查经班，要来查考马可福音，欢迎咱听者大家踊跃来参加。参加的人来扫家己的圣经甲笔记簿吼。教界消息，2018年夏季青少年的这教材甲主日学教材演习会，伫5月初5拜六上午9点到12点半伫新德教会来举行。要参加的人，一人是缴费300块。来详细情形是4楼的广告栏来看。得中这个妇女母亲节旅游活动，北海岸一日游是5月初8，拜二上午7点集合，一人缴费700块。来感秀珠会长甲朱美玲姊妹报名。具体消息。本会明密姐伊蒙主文调，昨有举行这个个别式，一切拢顺序，请咱继续来为这遗族来关心我大岛。遗族今仔到来，遗族来了伫后面啦咱继续为因来关心我大岛请坐。第二项，美金节的老爸李时阳先生伫4月11号早起时蒙主文调，享年91岁，伊这个。总是照这个民间的习俗这个习惯来办理咱伫5月11日9点半伫这个殡仪馆静德厅举行这个公祭请咱关心民为这个遗族来带到。继续来请牧师来继续来补充报告，再介绍新的朋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一只做介绍以及补充的报告。大先一只来介绍第一届来到咱教会兄弟姊妹这位是李春叶姊妹一只头前，咱甲欢迎吼，嘛邀请你等下至爱餐的时阵，做留来甲咱用餐，甲咱交陪，好，请坐。倒来第二位是这个朱丢丢了的查囝对这个加拿大转来。转来，咱一后壁，咱拍拍大欢迎。好，请坐。好来，敢有咱四周围看一下好无？看一下你身躯边的人者。敢有看到可疑人士？咱毋捌看过，毋捌啦吼，爱来检举出来吼，互牧师来介绍安尼。好。牧师一只来补充报告，就是讲我知影讲咱拜四下暗吼，检采这个查经班，有个人工课，还是讲下班吼，大家较忝总是不要紧。牧师照常会将这个查经班的资料放去咱的教会公布栏这个群组吼，赖的群组顶面总是迄只是互你知影讲，阮迄日下暗吼进行啥物款的题目安尼尔啦游玩鼓舞咱会当踊跃来参加安尼。好一只最后一点就是讲，毋忘即个教会的即个愿景共事营，牧师真正一只鼓舞咱每一个人咱的中职咱团契的会长有心想要参与一教会核心或者个计划目标的人，毋忘你会当报名做伙来参加报名做伙来参加。以上一只做介绍以及补充报告。下面咱来上映391首，俄勒天顶主宰。上映刷请牧师接到。请起立。
原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到每一个三个基地。特别愿三位体上帝恁的神，会当用你的话，成做阮信仰的一个地基，引带阮用阮的生命的见证，向人来广传福音，互一个人三到自己来荣耀主上帝你的名。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阿门。小姐，下面祝歌。定格灭倒。下面行平安礼，请起立。往你边仔人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